周瑜很妒忌才智過人的諸葛亮。有一天，周瑜對諸葛亮說：我們快要跟曹操的軍隊交戰了，我想請先生在10天內趕造10萬之戰，希望先生不要推卻。諸葛亮說：軍情緊急，不能拖延，我只要3天就足夠了。周瑜驚奇地說：3天？軍營裏是不能開玩笑的啊！諸葛亮說：我怎麼敢跟主帥開玩笑呢？要是3天內做不好，我甘願受罰。諸葛亮離去後，周瑜對魯肅說：我會吩咐軍將不給他準備充足的材料，到時候交不出戰來，我就定他的罪。你去打聽他有什麼打算，回來向我報告。魯肅去見諸葛亮，只見諸葛亮還沒有着手造戰。諸葛亮請他幫忙借出20艘船，每艘船要用青布遮蓋，還要1000多個稻草人排在船的兩側。魯肅答應了。魯肅回來向周瑜報告，並沒有提起借船的事。2天過去了，諸葛亮仍然沒有動靜。直到第3天的凌晨，諸葛亮秘密地請魯肅到船上去。諸葛亮命人把20艘船用繩索連起來，在濃霧下從長江南岸向北岸曹操的大營開去。天還沒亮，船已靠近曹操的營地。諸葛亮一面請魯肅喝酒，一面下令軍士把船一字排開，擊鼓吶喊。曹操在大霧中看不清虛實，不敢輕易出兵迎戰，就命令弓箭手一起向船上放箭。箭像雨點般射過來，都插在稻草人上，一則插滿了箭。諸葛亮又下令把船調過頭來，讓另一側繼續受箭。日出了，船兩邊的稻草人都插滿了箭。諸葛亮命軍士齊聲高喊：謝謝曹丞相的箭！然後將船急速駛回南岸。曹操知道上當了，要追趕也來不及了。周瑜驚聞諸葛亮不費吹灰之力便取得10多萬支箭，不禁長嘆一聲，說：諸葛亮神機妙算，我真的比不上他。